來講，2024年到今嘛，彰化第74架線是攏總發生3案石虎起予車崩死，縣府就甲公路局來合作，佇咧8.5公里迄搭東西雙向攏有設置170公尺長的鐵網啊，就是要來防止這路段有石虎走出來拄到車夾。來來去去車輛的車速攏無慢，彰化第74架線會當為花壇鄉來往彰化市甲台中市，平時甲假日車流攏真大。不過這個路段是位佇北角山尾，是石虎洗拖地。為2024年到今年已經有3隻石虎互落實。彰化縣府甲公路局佇60日點架設鐵的防護網，最近已經完工，希望讓石虎西路通行。防止石虎跑到車道，那也可以保護石虎。那同時也可以保護用路的一個行車安全。台七甲這個路段，它其實有蠻多的橋啦，橋底下以石虎來講，它通行方面是比較一個安全的一個空間。公路局彰化公務段表示，這擺架設石虎防護網的地點位於第74架線8.5公里的所在，東向甲西向各設置170公尺長的防護網，用來阻擋石虎為這個所在軟過道路，那會當降低石虎防落實，也會當同時減少水路啊走出來，讓車輛弄到的風險。去年呢，通過這個石虎保育自治條例以後啊，石虎的一些保育的工作上啊，就能依照這個法律呢更加落實石虎的一個護欄，未來勢必是要增加，然後才能真正的減少這路殺的這個狀況。彰化縣農業處統計，為2022年到去年底，彰化石虎落實案件有21件，主要發生在北角山區的東華環道、中南路甲國道3號河美交流道附近。縣府除了裝設警示標誌，也會繼續甲公路局合作，在必要的路段架設防護網。記者綜合報道。